ございます。伊勢湾を一望できる展望台でございます。哇！伊勢湾でございますね。下面有一个神秘的空间，神秘黄金之间。黄金，哇，这才是真正的。是给好厉害！为什么颜色？哇！土豪金，这个应该很值钱吧？貴族の方ですけれどもね、貴族料理は好まずに田舎料理の方をね、好んでよくお召し上がるのだ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。麻辣やはりね、汗に鍛えられまして血圧。铁的，这是铁铁的，的，全吗？你穿哪一款？这个不是铁的吧？当时是塑料的这种铁的，塑料的，那么硬吗？干嘛？看能不能抽。口你，你没有防住。刺杀你。但是我跑得快。哎，你的，对，忍者一般都是用哇哦，都是逃跑的。我们准备弹他的老瓜分。啊！他的头好硬，哎呀，啊！好响啊！对不住了，兄弟。OK，次一个，下一个。弓矢1位3名じゃん。第一是上面， 2位杉沢、3位ボーイ、山下ビリ、最后你看一下最后一个，当選挙1位山下、第一个看一下， 2位杉沢、3名モンジビリ、ボーイ。你这次不拿第一名的话，你就はい。ここ山下ビリ取ったら山下とボーイである。不可拜拜。好，走走了。哎，他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啊，こっち車あっち。やれ！你还滴我！拜拜！拜拜！你这个还要憋气啊？铁哦，开铁哦，开铁哦，おばちゃんとかボーイ見て韓国の人ねっつってた。韓流スターと思われて。还不会说韩国人，防弾少年団だと思われて。以为他是防弹少年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所以路边人看一下，哇，韩国人，韩国明星， Korea boy。不止一次有人说我像韩国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眼睛小呗。另外一边是背书。现在男孩子也是吃人的，成年人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刚刚跟他们讲话了。哦，是吗？有他们一看到美少女就过来了，并不是，本来只是想打个招呼，结果他们直接上来了。啊，先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俺が来てる。これ何の撮影ですか？一応中国の旅番組の撮影で、はい。你好。じゃあ、おお、上手ですね。你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谁谁あ、お前ニーハオと先生しか知らないよ。これギャラいくら？俺大学生。你摸一下他的毛。こうふわふわしてるものはちょっと触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お姉さん。いいですよ。こっち。こっちか。こっちやろ。あ、热不热？暑くないですか？なんかめっちゃあったけ。あったかい。あったちょうどいい。温暖，叫温暖，不叫热。哦，好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谢谢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れ韓国語。哎，中午有没有这种过年的时候人特别组起来的地方？逛庙会呀，还有集市啊，还有知道了，什么？秘密。秘密。秘密记者。
想更帅一点，哦，更帅一点，我想变得更帅一点，更帅一点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还是那个今年会考高考的朋友们，他们啊，祝他们好运。真的吗？对呀，还有记得书。哦，我听到了。 What？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今年一年比较就顺顺利利就可以了，然后等一下可以吃到饭。等一下，可以讲。これが哇，这么大一整块！他不要跟我讲话，已经满嘴牛肉味，我受不了了。好恶心啊你！怎么那么臭？真的吗？你再闻一闻，你再好好闻一闻。这是谁想出来的？这个给ます。はいどうぞ。太糗了吧！他都不敢伸手，都不敢伸手了。太糗了吧！じゃあ3人いただきますって食べましょう。你的肉比我的大。你们一起说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ちょっと置いてもらって泡のブクブクから回したりいいですね。でこっちにグラスを入れて。じゃあ入れます。1枚ありましたね。じゃあ最後それ焼きましょう。よりで。中村さん。あ、いただきます。眼睛那么小，应该这样子。是在鄙视我。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好恶心。哎，再来一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ボーイの真似。像。ボーイの真似。似てる没？十分像。我不只希望他们堵车，我希望他们抛锚。没油，没油。导航坏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加油加油！啊！这是最危险的。这不是我的。不美，不要闻了，我的妈呀！会的，对吗？会的太多了，你我跟你讲，会太多了。じゃあお二人はもうこのまま終了です。お二人はこちらで寝て帰ってください。玩物丧志。万事如意，你这个为什么？万事如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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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想事成。好，那我们。